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咧等待风台要来未来进前，咱首先来关心日本的政经情形。10月1号，招破医疗首相忙，26天改选国会来改选，反倒食处减少无过半，自民党右派力量是要安怎？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東亞政經室室長陳永豐陳教授。東亞大學陳永豐，大家好。第二位前東京都練馬區議會議員野崎孝男先生。大家好。第三位原地大學 EMBA 教授高仁山高教授。大家觀眾朋友，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呢是池豐興教授呢，小等等這一家區來到現場。那麼首先呢來關心到日本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失去了56席，輸得會使講真凄慘。自民黨甲國民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嘛無法度過半，是執政聯盟成立15年以來上慘的一擺。但是日本首相嘛是自民黨的總裁就破幕來表示不排除甲在野黨來合作，但無打算要辭掉伊的首相職位。位於27暗到2白透早，各地開票前訪陸續回團各政黨中央黨部。最後確認的結果顯示，執政聯盟所屬的自民黨比頂屆大減56席，國民黨也少8席，兩黨總計席數215席，無到眾議院過半所需要233席，面臨各一半失去執政權的危機。ここに至るまでは相当に厳しいねと思いますし、それ選挙の途中というかな、半ばぐらいからこれは相当きついねということは実感はしてましたね。主要在野黨方面，立憲民主黨席數大進步，增加50席，摕到148個眾議院席數。兄弟分家的國民民主黨也為選前的7席，大大有進步，摕到28席。日本衛生會雖然落6席，也毋過本屆有38席的實力。對此，捌佇2011到2012年擔任首相的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彥公開宣示要組成新的執政聯盟，殺倒自民黨。政権交代こそ最大の政治改革と言っている以上、そのチャンスがあるならば、この選挙の結果を踏まえて各党と誠意ある対話を始めて、特別国会にどう臨むか。あるいは次の参議院選挙どう戦うか含めて、そういう会話の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不過，為這擺大選的結果來看，自民黨席數雖然有大大的落敗，不過191席依然是保有眾議院第一大黨的地位，比立憲民主黨甲國民民主黨加總的176席也閣較濟。就算閣加上維新會38席，在野3個主要政黨合計214席，也是無過半。就破幕已經表明，未失去黨總裁甲首相的職務，未來朝野兩大黨安怎各自整合，互政局發展充滿變數。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觀眾朋友吼，雖然咱這1點鐘以來吼，要了解日本的這個政治的情形是有所困難，不過頭一個，咱現在要來關心到日本的政治的情形，這甲咱台灣的關係。實際上是影響真大，這頭一個。第二個是自民黨有可能在這擺真無奈哦，真不安全。那麼刷來執政的是誰？會影響到咱甲咱台灣的關係，甚至到整個太平洋這地緣政治嗎？這嘛是今仔日咱要來請教在座4位。首先要來請陳老師哦，陳老師，這個選舉的結果有你意外未？看最後的民調，大家是無感覺意外啦。大家已經攏知影，自民黨甲國民黨無法度過半數，啊，毋過真正輸啊遮爾慘。對啊，是毋知影。我想講輸可能是可能會輸，但是哪會輸甲凄慘？本來大家咧是咧講，因為在野黨傷弱嘛，民調不管安怎調吼，攏10%以下。
啊，自民党拢到超20-30%，啊，所以大家感觉嘛，无可能会无过半数，啊，票是按倒去。啊是差一多啊，因为即马就是伊家己有足侪迄个丑闻失强大了，啊，所以大家票要投落，他有淡薄仔揪手。然后一寡新党吼，新的党较小的党，即届嘛有咧什么国民民主党啊，本来7席尔，选得真好呢，加4倍，28席，啊，佫有佫较好笑的，因是吼人摕无够，规个拢当选啊，伫个比例代表制内底减掉3席，都无。你提名的时阵无提起来，所以已经家己所有的人拢当选啦，所以本来伊会使加3席，但是一届到31楼，即摆那个调28席，所以你看有趣味。所以连专业的政治人物、政党，家己都讲唔知影讲自民党的输啊遮尔惨，啊连国民党迄款，伊是一个佛教政党吼，组织足强的，竟然嘛减少，所以这部分输是知影输啦，啊毋过唔知影讲真正。公民甲自民这两党输啊遮尔惨，所以表示日本人已经对即卖政治有真正的不满。老师，这另外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协这个力量是不是在衰退中？对。当然，因为农村较疲弊，所以农村有足侪需要补助金等等，毋过预算等等无讲有法度编出来。然后就是老化，这甲咱台湾讲老化，支持者拢老化。伫个农村内底，少年人无啊，少年人无，就是无生产力会变较弱，啊，这是两边加做伙，所以就变做讲伫个农村的所在，对自民党的支持，事实上有较弱淡薄啊。另外，即届投票率嘛低，无悬开。啊，所以伫个自民党伫个农村，伊靠法度控制。啊，拄仔嘛讲过啊，迄个国民党嘛是一个组织性的政党，自民党嘛是一个组织性的政党。结果组织性政党伫个投票率变低的时阵，竟然无法度得到好处，这是大家上惊讶的所在。无热情啊！但是吼，我先用华语吼，甲这个努扎基上吼翻译一下吼。刚刚大概陈老师所说的，第一个就是选民没有热情，没有被动员起来，国民党啊，或者是自民党，其实都是组织建厂的，尤其是农协。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能有很多的丑闻，所以使得很多人很多丑闻缠身的议员他都没有选上。然后还有，连这个反对党自己本身都没有意料到自己都会选这么好。但是我想问的是，是不是从此以后？日本的这个过去比较右的这个执政的力量会开始向中间来靠拢呢？我这次的选举是有很多日本人是最重视钱的问题，那自民党的黑金的问题非常大。2年前开始，那但是他们说我们是做改革，但是日本人不接受。那所以这次的选举是野党也是一直攻击黑金。那所以日本现在当然是有高龄化，还是有很多原因。那高龄化也是当然是投票有关系。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是日本是物价高，还是有那国民的生活也越来越辛苦。那个时候，自民党的议员们都是有偷偷拿黑金。还有落差，那然后最后是选举的时候，自民党的干部要那个给候选人是2000万日币。那日本人听到，黑金还是是给他2000万日币，那日本人是很生气。那听说这个消息没有的话，可能是自民党会过半。但是有选举的这个重伤害就是。对，这是真的那个。日本人是非常生气，自民党是执政党15年多很久，那这个时间是已经他们是腐烂，那太不干净了，那而且越来越傲慢，所以日本人是站起来，这次有点教训的味道。这次是因为日本的国民的生活是这几年大概是20年是一点没有变好。那税金的负担高，劳健保的负担高，物价高，大家的生活环境是越来越不好。但是有听到是，
国会议员没有缴税，没有缴税，自己那钱，对啊，更气，因为大家是有赚钱，一定要拿税，但是他们是有那个赚到的钱没有拿税，偷偷是有 under table， 是有那个拿到黑金，那当然里边的是有他很生气。但是Nozakiさん哈，我想请问一下，前几次不管是安倍也好，或者是上一任的这个首相，他选的没有那么差，那他是突然之间像悬崖似的，大家发现说哦，你们好差，你们好烂，你们好黑，还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是因为石破茂本身魅力不够？我觉得是自己石破茂是一个是有被害者。因为是不管是他是被害者，对，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总裁，这次的选举都一样的结果。那因为是当然是有一点落差，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有可能。但是这次的选举是真的知名党的那黑金的问题是非常全部都冒出来，而且野党的策略也是有很清楚，是攻击黑金。那所以说，后来是这次的选举大选呢，政策的讨论几乎是没有。那自民党的未来是有，对，我看那个 Twitter 上面都没有。我要做什么样的国家，野党也没有讲，野党也说要干净的政治，政治是不要黑金。那是自民党以前安倍时代，因为是安倍的时代是这个黑箱没有打开了，一直盖起来了。那所以是有大家不知道。那突然是安倍不见了，那是有那个黑金的问题出来了，而且有安倍牌出来的。那所以这次的问题是，就是石破茂的选举策略也是有些问题是一定有的，但是基本上这次的选举是自民党很难赢的选举。是，郭老师你安怎看呢？我对日本的政治无遐接观察，但是最近这几年定为日本去我有间接问我日本的一寡朋友其实讲实在话，因这平民老百姓对自民党的支持其实是无介偌好啦甚至是会使讲到一个讲讨厌这重的话啦为什么？我认为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因素。因为日本失落的这30年咱常常来甲摕来做为全世界来做比较嘛因为你平常心看嘛，30年前台湾甲韩国甲日本比起来，拢是小弟嘛小弟咱经济拢伫日本的后壁哩。那有一天3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会歹到这个程度，台湾甲韩国拢已经入过去啊！甚至是比如讲咱讲半导体这个产业，以前上强的是日本，即马日本要发展这个半导体，佫爱用叫爱请台湾来甲伊协作。我会记安倍伫咧执政的时阵，伊3支箭，所以到当为止，你会当做一个初步的评论讲，这3支箭是有写到要害，有做到效果无？是这安倍3支箭的这经济的这循环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呢，我认为日本这几年运气无介偌好。为啥安尼讲？因为咱经济政策落去咱持续安尼去甲执行的时阵，有时你讲。这个世界的经济这个动荡的时阵咱会使过，但是日本你会记你看伊真正要爬起来的时阵要趁这个奥运来会使甲抱起来的时阵，这奥运伊的开的钱都已经落去奥运的钱已经开落但是呢，奥运 COVID-19 这3年来，伊完全佫无法度因为安倍3件是这 COVID-19 进前的政策。结果政策落去，所有的这拢 ready 的含这个消费税嘛，甲扭悬起来，这个人民的这个薪水，甲调起来，互人民会使消费。那会知影讲，这3年 COVID-19 这3年完全封起来，袂使出国，袂使消费，这饮食店袂使去。结果日本的
这3年时间就搁缩起来，吼。啊，咱认真看啊，吼，这个恢复期，吼，2003年、甲04年，吼，甲今年来看的话，这日本的经济要搁恢复起来，无法紧，因为这 COVID-19 对规个亚洲吼是一个大伤害，吼，尤其咱来看吼，敢若咱台湾较无代志尔吼，对中国吼影响真大，所以当初日本甲韩国入去中国投资真济。迄时阵切起来吼，就是供应链的移转的时阵，日本伊嘛受伤，日本甲韩国拢受伤。台湾其实有，但是台湾刷了介紧。所以老师，你有同意台湾农扎基上讲的，讲自民党啥人来做总裁拢共款。我认为是拢共款啦吼，但是我认为讲，我另外一个观察啦，虽然我无遐专业哈，但是就破首相吼，你。自民党内底人员可能有小可较差淡薄啊。戴老师，你安怎看？对啊，主席，你问的是左右的问题嘛？就讲日本本来正边的支持率真高嘛，尤其是安倍晋三做代表的时阵吼，所以大家安尼变过，要互日本个水一遍，日本我。乌兹克西奈，对吧？日本的乌兹克西烧托里莫多斯，要互日本个水一遍，啊，迄个水就是强的意思嘛，就是更较有钱的意思嘛。啊，毋过体质上就已经变老啊，迄个水的内容无共款啊。啊，这正边包括修宪，即个都无咧讲哦。宪法爱修，对，拢无咧讲哦。好，咱咧讲你乌金嘛。因为你拄仔咧讲的，你是咧问讲。右派是不是衰退的问题？啊，因为算出来石破茂是左派啦，所以有淡薄仔讲，也是既然恁自民党家己算出来总裁都已经是左派啊，安尼咱就更加刷更较左边的啊，更加刷较左边的就是立宪民主党啊，对不？啊是，伊本来迄个这个真强的迄个国民民主党，伊本来嘛是按立宪民主党的旧的民主党里面出来的，而且明显是比石破茂更较左边啊。咱咧嘛石破茂是左，毋是讲嘛啦，咱讲伊是左边的，啊，毋过更较左边的嘛，所以更较左边那边拢起来啊。啊，所以当然是有正边淡薄仔实际的迄个方向，咱看会出来。啊，毋过并毋是安尼嘛。因为参修宪是上大的嘛，啊，佮有夫妇别姓，咱台湾人无啥咧关心这，就一家一姓。阮四旦的规家拢是，啊，毋过阮四旦的内底娶入来的小姐拢是无姓旦嘛。对。啊，毋过日本人就讲，规家拢爱叫做莫扎基，规家拢爱叫做塔纳卡。生活的时阵是安尼是一家，所以因迄个家伊的是一种组织组织起。咱公司咧啦，咱是对，他公司厉害，是法人呐。啊，所以迄个部分正派右派的人，正边的一边人讲，这一定要维持。袂使，无会去算去。对，水。啊，过来就是天皇制嘛，是不是？刚才招波会使做天皇，啊，这是正边的主张，包括高市早苗这咱熟悉，就是足强调这部分。啊，这寡小党因的主张是不是较倒边的？倒边较自由。较自由派。是安怎一定爱查甫的做天皇，查某的敢袂使？人英国倒位嘛，拢有查某的做国王，对吧？诺扎基上，你认为呢？你认为呢？你有支持女性这个结婚了以后要改从夫姓吗？我改成夫姓，因为已经有跟台湾的女生结婚了，那所以我本来是在台湾婚礼，还有那个户籍那个怎么讲签。所以入籍了，那所以我本来是有，我跟太太是有姓名，那个我是野崎，我的太太是姓是本来的姓，所以说你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我本人是没有这个问题，但你赞不赞成？日本是我是赞成，可以。那其实日本的民调来看，60%的人同意，那40%以下的人不同意，而且不同意是大部分是高龄者。年纪比较高的，那所以年轻人是都是越来越是有，他们是为什么是日本的年轻人是很羡慕台湾啊？那台湾是多元化，是 LGBT 还是什么都是有很开放、很自由的包容、自由。那所以日本年轻人是哇很羡慕。对。那但是日本是有这个名字也是不能自己选择，那我不要结婚。那或是有，即使听说是有那个研究者。那老师的话，大学教授，他是
结婚前的全部的论文是旧名字，那变就是结婚过后新名字都不在了，都不在，学术界都很难解释这个是我的，是为什么名字不一样？其实有很多有些人觉得是有真的不方便，那但是那边是不让他选择啊，不让他选择，那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是有。所以野崎先生，我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日本现在这个当下，其实是一个新旧，然后年轻老一代，然后彼此之间在交汇的过程。那在政治界也是这样吗？有，那特别是这次的选举是那个小党，比如那个保守党、产旧党，还有联合党，对，都是年轻人支持的。对，联合党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联合是非常左派，对，非常左派。那但是那个另外是有公民党跟共产党，是传统的日本的政党，但是他们是确实是两个党都是有输了，他们的那个议员的连续是变小了。为什么？他们的支持者是高龄化，也老化的。那老化的人也是没有去投票啊，比以前没有热情。那年轻人是有热情，那所以新的小党、小的党都是我觉得感觉是年轻人推的。那这次是有选举最大的赢，国民民主党，那他们的支持者都是年轻人。那所以年轻人是有些不要是自民党太老了，他们是都不接受，都是一直要看老人。那是日本的年轻人确实有一点是爆发，这是要投票是那哪里好？国民民主党是有好像是他们是有理解我们年轻人的需求，那所以是他们是确实是选举是4倍的，对，4倍的，对，议员是本来是7个人，确实28个人，那所以大赢的，那所以还有维新会也是确实输的，维新会是虽然是野党。但是这是野党里面唯一输的是有维新党，维新会。那为什么呢？维新会也是其实我觉得黑金的问题，他们碰到黑金，他一直我们是干净，政治改革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政策，但是这是有他们的一个推荐的机制，它是有些黑金还是有问题。比如说福冈市的市长。不是福冈，那个兵库县的机器，那他的问题是他一直有保护，维新会一直保护他，那所以很多人说，你修的做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大气氛其实是您刚刚说的，就是主轴变成在打黑金，对，打黑金，他是表情是打黑金，然后刚好黑金全部都是右派，对，这是有右派是有比较黑金的问题是有，比如说安倍派系本来是自民党里面是最右派的，那都是黑金。我们不能像柯 P 讲的蓝绿都有垃圾吗？我觉得蓝绿都有垃圾，我觉得是日本也是全部都有垃圾。那我这个讲，我是因为这次我有诺萨基上你自己当过议员呢，我觉得是这次有一个新闻，是那个因为今年是有巴黎奥运。巴黎的奥运的游泳是塞努的船，是以前是脏脏的，变成努力干净。日本的政治是比一样塞努一样可以游泳的干净吗？好难，太脏了，太脏了，而且他们是不会自动改革，不会自动改革。哇，这个听起来，小段就后话来请教。我要请郭老师，因为自民党的执政是长久对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一直以来就开始，而且甲这个右派甲美国是行得真巴，但是中间有一站去这个较倒边的来执政，但是执政的效果无好。老师，你人讲看卖预测，如果这一摆，比如讲野田，伊若有通去联合的，你认为这个经济还是像他你讲，这就是大势所趋啦。所以下人的执政拢同款，你认为呢？我认为日本的经济无法度在一个人以下的决策来做大好。一贴标啊，加落去最好啊。因为这是民主国家的原因啦。因为所有的咱已经就是讲，
已经唔是独裁国家啦。独裁国家一个人话，伊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吼，就直接去做。但是民主国家，你一定会面对着议会，吼，你面对着国会，面对着人民，吼，所有的这个需求，吼，这个需求你拢爱顾会到，吼，所以有时啊，你执行这个中长期的这个经济政策的时阵，免不了你也得罪着吼其他的党，吼，在日本嘛是安尼。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吼，咱讲10年、20年以来吼，10年来咱看10年咯吼，10年以来这个世界大势吼，就是主要爱几个战争爱解决吼，啊第二个就是你亚洲的这个中国的崛起啦吼，中国崛起啦，这个原因嘛吼。所以因为即马来讲，咱即马供应链拢煞吼，拢煞，所以日本必然爱搭。供应链的这个煞的过程中，伊一定爱有法度掌握到某一个部分。吼，我拄仔其实想要补充来讲，咱以早甲即马，咱一直设想讲日本上强的产业是啥？汽车嘛，吼，汽车。但是咧，这个汽车产业突然间叫中国规个用电动车的策略来。哇！日本原本你欧洲、你美国的这个市场，才叫中国吃去，所以你来看，这对于这未来这个产业，显然日本并无吼在这占到什么便宜啦。吼，咱讲 AI 嘛吼 ，AI 用做咱台湾是制造者，但是日本你若要跟随着这 AI 的这个吼这两条的话。你应该是讲日本，你软体足强的，吼，日本应该大力的，吼，来杀，吼，甲台湾来合作，吼，要安怎，互世界，吼，来使用这人工智慧，吼，这人工智慧这商业的问题嘛，吼，所以我认为讲日本一定是亚洲，吼，应该是讲经济上强，但是咧必须爱，吼，会使协调，吼，包括韩国，包括台湾。日本，我认为这3个国家合起来的力量，吼必然更加强，吼。但是呢，这无可能，吼决定你个人，吼日本的个人，也是咱台湾的一个人之上，伊一定是一个吼联合讨论的一个协调的政治，吼，较有可能。是，张老师，他怎郭老师安尼讲吼？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即嘛其实韩国。日本、台湾乃至到其他甚至越南、吼、印度这块所在，对着中国拢开始有戒备，啊，要来做改法。安尼延续，他昨我问柯老师的问题是：日本的经济，若是万不离唔是右派来执政的之下，左派敢有通啊小刷一寡？去到更加再度甲中国来合作，去行出一条新的路吗？即摆毋是甲中国合作唔合作的问题，即摆是袂使倒派当然，即摆简单看啦，日本支持中国的选民真少啦，所以讲到中国就无投袂入去。即摆即届咱看起来左派本来甲自民党内底吼，甲中国较好的拢落选，毋过基本上咱规个来看。立宪民主党顶本来就是徛伫个倒边嘛，所以这甲中国伊毋是讲，因为左派要求是多元化，中国安怎咱来甲伊协调，这甲美国的民主党有共款的所在，所以你参川普这右派嘛，共和党拢是恁甲阮的生理抢掉，拢是你甲阮的雇佣抢掉，拢是因为恁卖伤侪俗的物件入来，所以阮的白人拢无工课。啊，毋过另外一边民主党呀。伊好，咱嘛好，咱好伊嘛会好，无咧分国，毋免分啊遮尔清楚。啊，毋过咱爱照顾咱的中间以下的人，即摆日本嘛是安尼啊，拢是即届赢着选举，议席有增加，拢是讲要加发补助金啊。啊，过加发补助金，即摆大家就感觉啊，
补助金的钱要按倒来，而且即马日本的经济成长个比咱低真济嘛，比美国嘛更加低。啊，不过老人啊，老人不是派的意思吼，对年纪大的人，他要领退休金的嘛，遐个人愈来愈多，少年人愈来愈少。即摆去到日本看，所有的 7-Eleven 便利商店，拢是外国人咧做工课呢，店长嘛变外国人啊。东京、大阪这种所在，看拢是外国人，有时啊去拢感觉会接近日本。啊，不过讲较歹听，就是讲有淡薄变较垃圾啦。以前日本的好的部分，那愈来愈歹，这有看得到。但是那个跟经济整体来讨论的时候，未必那个是真的事情，或者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要咱调整因的体质，吼，用补助到底好啊唔好。另外一边就讲。互咱摕到的钱会使变较侪，摕到你变较侪，直接摕到的薪水。讲是要创啥？直接来。所以有大部分的党吼，即个赢的党吼，议席增加的党，拢讲啥物？消费税10%爱降啦。有的讲降到5%，有的讲上有效。有的讲降到8%，有的讲0%。咱讲收恁的税金，收大家的税金，再去甲税金发互你，免你莫甲我收税金，我自然就加5%、8%嘛。我就较敢要开，所以这是做法的问题。啊，不过本来的自民党长期以来，包括石破茂伊敢若做几工啊尔，咱先唔免讨论。伊的进前做3年的岸田文雄，大家拢甲袂记啊。岸田文雄足坚持的10%的消费税袂使降，咱有咱家己的做法，收来以后。咱要去发到什么人？当然大部分都是社会福利措施，咱嘛是赶快。啊，所以这有不得不的地方。但是自民党不转弯，这一次一定要转弯了。过来大联合的政治，一定要变。你法律要通过，议案要通过，一定要接受。即嘛不是讲干那国民党伊就是较左边那边啊哦，因为是个佛教政党，已经是较左边那边啊，因为照顾中下的人，所以已经有淡薄仔较左啊。啊，毋过你看哦。自民党嘛是歪做讲消费税要降低这个政策，主张啊，所以今嘛一定被逼嘛，被迫不降不行，而不降不行的状况底下，对日本经济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清高点这。现在在讲就但是我要先问那个诺扎基上哈，您看待日本现在目前的从政治界来讨论经济政策里头，你看到什么政治人物？包括他们对于这些经济的看法，但是这70-80年来，日本战后的经济的发展，其实它累积一定程度，资本主义一定会产生的问题。资本主义会产生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然后再加上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来临，社会福利的加重，这个钱要怎么分配？你怎么看待？我觉得日本是有。当然是民主主义的国家都有一样的问题。那因为日本是有投票人高，老人比较多，那年轻人比较少。那政治人物需要是什么？票。那票多在哪里？那票最多的人是需要什么政策？那所以是老人的那个需要的政策，政治人物需要尊重他们，是应该是有民主主义国家都有。但是我看台湾的话，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高龄化，但是台湾的老人还是愿意，年轻人的政策也重要，要求是政治人物，是台湾的未来的政策。而且日本是真的有一点奇怪的，老人福利需要老人。鲁山基上，你觉得是台湾奇怪还是日本奇怪？我觉得是日本是有一点是有没办法，民主主义的国家是还是有票的量是最重要。那所以说，日本是老人的票的量最多。那所以我坦白讲，我是在党内议员的时候，我想要家庭虐待、儿童虐待的政策要改变。那但是有些那个比较有资深政治人物跟我说，不要，为什么？没有票。直接这样告诉你，直接跟我这样讲。那所以要老人要发老人年金，老人年金，那他们有票，而且他们的逻辑是，他们是一直以来是努力从日本做起来，日本经济也做起来，是他们做出来的，对，所以是要回馈他们。但是那全部的负债是其实年轻人负担，那必须年金。日本的年金负担那么多，拿到的钱是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远。
那以前是60岁，现在是68岁。68岁才能拿。那可能是未来是70岁。那还有那个其他税金，小费税以前没有，那现在是买房子，小费税是要付18。那所以什么多，还有那个以前是有看牙医，大概日本是我年轻的时候，大概1000日币就够了，看牙医。1000元。以前1000元，1000日币就 OK 了。现在3000、4000，那所以但是年轻人的薪资会不会多？没有多。那所以说，当然是他们是一直有，虽然是日本是比较过得舒服的国家，但是他们是看未来的期待没有。那政治也是有政治人物都看到老人政策，那所以是他们也是有觉得没有期待。那所以目前是有经济也是有算是经济。日本的经济股票的市场来说比较好，但是会买得到股票的人本来不多，就没这个问题。而且日本人跟台湾人不太一样，台湾人是全国民都喜欢买卖股票，但是日本人是本来是买股票的人很少，所以是有那个经济的那个日经的股票现在快要4万，那大家说4万是拿到是红利的人不多，一般人都是看得到吃不到，那所以是经济日本的所有的经济来看，那日本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幸福吗？那坦白讲，那现在来台湾的日本年轻人多不多？越来越多。没有，还是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便宜了，所以来台湾的负担也是比以前高很多。反而我们去的更多。对，台湾的人，花起来跟大爷一样。今年目前1月到9月是在日本最消费多的外国人是台湾人。那个已经有公布消息了，台湾人第一，因为是日币便宜了。那这日本人来台湾的消费多不多？我不敢讲。那当然是这种消息，我看到是我是真的比较复杂，因为。看到自己的国家衰退，经济衰退，那日本年轻人是去外国留学也是负担太高了，那是国内好，那是越来越日本看得出来是衰退的方向。那刚刚是老师说那个日本 7-Eleven， 那比加拿大的那个大公司要并购。要收购吓了一跳！7-Eleven 是那个已经是日本出来的呢？因为美国 7-Eleven 日本并购了，对，那变成是日本 7-Eleven 全世界最大的。那后来是加拿大的那个便利商店公司要买 7-Eleven， 那日本代表是这个日本是衰退的，而且日币便宜，那加拿大的公司是买起来很划算。是。那所以日本的经济还有生活环境。我觉得，我担任议员的时候，2003年到2007年，大概是20年前到现在，生活环境越来越辛苦，那而且越来越是未来也担心，当然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有年纪比较高啊，那未来是有老人之家，譬如说养老院。那养老院是有主持人是多少钱知道吗？养老院是如果说爸爸要进去住，对，进去住1个月，不是大概是有不能是1个月2个月吧，进去住就是有几年吧，对不对？好，几年，大概是有，如果是5年的话，大概需要是有2000万日币，3000万日币。那我还进去住干什么？我有这个钱，我干嘛进去住了？但是没办法，是为了是爸爸国家补助没有，这个是已经国家3000万日币，他没办法照顾他爸爸妈妈。对，所以说日本，我的同年代，我回日本，以前的那个同事们，那有些政治人物的朋友聊天，我们未来怎么办？爸爸妈妈是有年金的爸爸妈妈好，因为爸爸妈妈有年金的话，就是年金负担。大部分会负担，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但是1970年代、1960年代那个时候是没有年金的日本人也很多，因为是商店街的老板几乎是没有是就自雇的，对，所以说问题是现在有年金的爸爸妈妈的家庭是比较安全，
那些爸爸妈妈的年金不够的家庭的小孩，那怎么办？爸爸妈妈的那个未来的负担，谁负担？那国家呢？那国家是有，其实那边也是开过福建节户保险，长照险。那台湾政府也是长照险，那边的长照险一直有研究，但是我觉得一直要推荐，不要模仿，因为长照险是越来越贵了。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贵几倍，而且现在是40岁开始付钱，保险费。40岁开始要付钱，但是日本政府一直要研究，要20岁开始要付钱，赶快，因为不然是有财源是不够，财务不够。那所以日本是只是年金也是不是编的，这个也牵涉到左派跟右派的看法了。没错，这个大辩论了，对大辩论，那是应该看得到的问题。所以这日本消费是其实有大家知道。年轻人是没有兴趣政治，但是当然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兴趣，那自己的未来是当然知道。那知道的时候，这次的选举，那看到是刚刚我发修回来是黑金，已经我们是受不了了 ，no， 那所以是有，那这次是有要改变，是有一点一点改变。按高老师哈，他说，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就是讲一个病人，我这个病吼，唔知是大病还是小病。是要赶紧啊去诊，紧的话食一个美国仙丹食落去，还是讲无先做一个部分的手术，来做？你认为日本的经济已经歹到按马上爱进这个 ICU 来食一个美国仙丹，还是讲无慢慢来？咧消费税先卖讲。先互钱先摕来，但是钱唔知要对倒来，另外来开财源还是安怎？你总体来看安怎？日本的经济是安尼吼，伊你拄仔讲这手术已经动30年啊啦，那显然这手术是无才调来医治这日本的这经济。就证明手术都袂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倍的时阵爱用安倍三件来去做，因为为啥？伊迄时就通缩嘛。通缩，大家无要消费，钱拢摕去寄银行，银行佫无利息，就愈钱愈薄嘛。所以就是讲，伊为了要振兴这个经济，安倍三件就主要就是讲爱提升日本人民自我消费的这个力量，才有法度甲日本创起来。这另外佫一个原因是因为咧，日本以前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是这制造业大国，叫做中国，自2000年以后，应该讲1990年以后是变韩国甲台湾，然后咧叫中国规划放弃，所以制造业这条日本落来以后，你无法度靠出口来维持日本的富有，所以日本爱紧做转型为一个国家是。平衡袂使干那出口，自我内底的消费有法度带动日本主体的投资，甲设计重新建造，去重新来去日本需要的次世纪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咱讲。所以老师，你认为日本即摆现主是不管谁来执政，扩大内需是刺激消费，可能是马上爱加油啊。我认为是安尼。安倍三件嘛是安尼咯，但是袂赴啊。伊迄阵要做的时阵，我拄仔讲运气介歹。要做的时阵，COVID-19 来，所以拢冻掉袂做的。COVID-19 完以后，才开始要做的时阵，日本政治就开始搁变动啊嘛。所以我讲明年的这万国博览会，大家应该看会出来，日本有一寡这新的。概念，譬如讲用迄个氢能源的车，这规个设计，伊应该是会当这万国博览会内底来向世界来宣布讲，未来我们领导者，对，甲伊一寡这减少能源的这厝安怎起啦，这真侪日本有这真侪袂歹的这 idea， 但是咧，我认为因爱搁较紧一寡。搁爱较紧一寡，但是他说诺扎基上讲干那拄着这个长照
长照线就大家都踮咧分美存家，钱唔知要对倒来吼。啊，齐老师来到现场吼，我先问齐老师吼，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结果吼，是你感性上简单，甲咱讲2点，你爱互观众朋友咱注意。头拄咱拢有讲着，敢若本队是右派，可能咧选举到中间较挖左派。 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大家重点拢拍乌金，这拍乌金真正有效果吗？会当救着经济吗？咱先讲政治的问题吼。若要拍乌金吼，我要形容李前总统的一句话啦，吼，伊讲水清无鱼啦。这若要讲说明政治的种种的问题吼，其实说到心坎里啦，吼你都。 真歹甲迄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啦，吼，也是迄个足侪乌俗区无拄好的钱啦，吼。啊，这你要安怎讲长金？老实讲，真的有困难啦，吼。啊，那即摆若要安怎做？敢若会当讲尽量啦，吼。自民党内底即届嘛是因为即届的即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出足侪传播出来，啊，结果因日本社会。 对着即届大选吼，无要互自民党有一个要安怎讲，无要总统互，无要个机会啊，无要机会，啊有洗面的即个意思吼，就是讲我已经互你遮长久，差不多要10年的时间，结果你家己党内嘛是拢无即种的，啊若安尼我就互别个党来做看卖，吼，但是即摆有一个问题是，日本的在野党吼无够强啦。 一直以来，甲即摆拢无够强啦，所以毋是自民党足好诶。顶解我有讲过，毋是自民党讲偌好，是因为在野党无够强啊。所以毋管安怎选，上尾这有一个若要讲就日本社会个性，日本人诶个性，因较保守、较传统，即种诶气氛吼，若伫自民党内底，伊就是日本社会缩影嘛，所以看甲足清楚诶嘛。 啊，若是安尼，我就尽量会当稳定就好啊。但是即届正讲互选民吼起毛歹啦。啊，起毛歹所在吼，是一个是你石破茂选调当中材料，大家想讲你会当对着即个民生的经济啦，紧创好好嘿，对啊，社会议题啦，结果伊开喙大甲你讲，伊开喙大甲你讲。 啥物？伊要创亚洲版北约啦，吼，啊无创啥物？迄个日美地位协定啦，大家都要戆去啊！啊，你毋是讲你要创这对民生、对少年的、对这社会议题，吼，应该爱专注、爱落实。啊，结果毋是。第二个选调，迄个首相，第二天就来讲，阮10月9号吼，就要改选国会，嘿，啊15号公告啦，吼，27号。 都是前2天，你一路行来吼，你看会到石破茂有2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嘛造成伊即届当然外在大概我想足侪老师拢讲过啊，有2个问题，一个是伊家己古早捌背骨的即个经验啦吼，1993年就是安尼，伊对着小泽一郎吼，啊你若继续伫在野党佫无问题，像就小泽一郎即马安尼，结果伊1997年伊怎佫等于申请转来自民党，啊，所以有经过迄段的遐个人，包括安倍高市，因拢经过，所以自民党内底遮个较老资深的，对石破茂无足好感的，嘿，就是会变成产生信任问题，吼。啊，第二个，顶解我来前嘛讲过，伊有不确定性太高，这不确定性太高，咱看伊总裁时阵选完的时阵，伊讲伊要做啥，啊，结果。开始首相指名的时阵，伊过灯刚伊就迄个施政方针报告，结果伊有足侪拢无讲到啦吼，啊无打擦边球，所以会互选民的感觉讲，啊你这道来你到底是要选啥物？是啊，是我直接安尼问吼，因为时间有限。是。你认为伊会宿命袂？会假有当佫执政无？这足侪人在问的哦。足侪人讲伊短命内阁啦，吼，嘿啊，但是我是无安尼看啦，吼，就是讲，若天命已到就到啊啦，就莫想遐济啦，吼，啊，伊家己嘛讲啊，伊的迄个自传，伊7月伊即届要选总裁的时候，伊7月出册嘛，
伊就讲啊，我若有在调选调的时阵，就是天命嘛，伊家己有讲哦。但是后壁佫挂一句足趣味的，我若选调总裁佫做首相的时阵，表示日本政治足歹、足无好、足无好的迄种状况啦。所以伊毋知是伊家己讲的话是一语成谶，还是讲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是安尼看啦吼，伊即摆一直拍拼，想要延续伊的政权，这足正常的，这是人性吼。啊，伊会想办法讲。本来自公联盟即摆已经无法度啊嘛，215席尔，啊，所以伊上紧找到就是国民民主党。我第一时间就感觉国民民主党啦吼，上有可能。但是国民民主党前第一天，伊就甲你讲，我连两边拢无要我啦，嘿，伊你民主党迄边伊嘛讲我无要我啦吼。但是伊留一个后话，伊讲哦，咱会当用议题合作啦，哦，比如讲。听起来就熟的呢，足熟的吼，有哦，听起来就熟足熟的吼。我甲台湾政治即个即摆现状哦，略略相像啦吼。啊，所以伊，但是伊即摆安尼做法，表示讲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即摆我哪会知影讲你石破茂政权当时正讲足紧你都要落台，这说不定嘛。你现在想办法要延续啊，所以这个足趣味，11月11号，伊要迄个特别国会吼，特别国会要首相指名。玉木东主席哦，吼，国民民主党东主席玉木，家己讲我嘛要指名，即马都要变三卡都，吼，立宪民主党伊一定会指名的。伊家己会杀啊？嘿，伊立宪民主党绝对会上。自民党石破伊家己一定就是要上嘛，但是伊即马就是票数无够嘛，无够你就爱拉帮结派啊，这无法度代志啊，吼啊，所以即届的状况吼。是毋是有可能会搁恢复到迄个出現到迄個1993年迄屆就是自民黨內底，咱莫講背骨啦吼，因為因的理想啦吼，啊因就脫離自民黨，小澤一郎啦吼，石破茂因掛人，嘿出來了吼，啊造成自民黨失敗嘛，啊失敗就要變做不過半的最大黨，啊就甲即馬共款，不過半的最大黨就無效啊，啊所以小澤一郎因迄掛就要結合8個小黨派。都要变成脆弱的多数，都要变成执政联盟，都要变成在野执政联盟就是啊啦吼。啊，因拢总延续3年嘛，一直到社会党春山富士结束。啊，所以是毋是这道有可能搁变做出现到1993年迄道的状况？这实在是做耐人寻味啦吼。啊，但我歹势讲吼，伊这是这个短命内阁，迄是讲做一个新闻拢安尼写，日本新闻嘛安尼写哦，甚至讲因家己党内。所以老师。暂时还佫看袂出来，讲对台湾的关系、对美国的关系影响，暂时还看袂出来嘛。哦，因为伊家己无确定，伊即个政权无确定的状况下，其实美国嘛会观望，但是美国即摆家己后礼拜伊家己嘛要选举，所以到底谁会出线，啊佫五波无了解嘛，吼啊，台湾即摆敢若一动不如一静嘛，因为还不知道你最后的情况嘛，啊中国大陆一定即摆对伊嘛是保持距离啊。吼，该做啥物代志吼？下礼拜2过来一摆啊，知啊。该做啥物代志，就是按部就班，大家做家己的代志啊。只好就是等待尘埃落定啦，敢若会当安尼讲。是，来，陈老师。我毋对，甲徐老师讲的共款啊，真乱。即马知影的代志，敢若乱这件代志，就是讲石破茂继续伫11月11號继续指名变做第2任的首相，啊，毋过足无安全的嘛。因为找不到多数，找不到确定的多数。这个多数是非常流动的。特别明年的7月有一个参议院的选举，这一定会来啊，一定来，改选一半。啊，即摆自民党家己已经无过半数啊，伊伫迄边嘛是甲国民党爱做伙，可能这照即摆安尼看，应该是个减少。即摆两院拢真乱，拢爱几啊党，即摆是2党合作伙。所以有法度过半数，建国时代哦2党以上才有法度过半数的时阵，迄阵就更较乱啊。啊，即马讲到11月11號是石破茂，即马看开啦，有可能继續，因為大家攏敢若選家己嘛。日本選舉是用寫的吼，寫名，大家寫家己了啊，寫家己的黨首，寫家己的黨主席。你要愛寫啦。啊，毋過第一輪無人過半數，即馬已經知影嘛。第2輪的時陣要安怎合縱聯合？啊，这就是因内底的问题啊，即马拢咧敲这呢尔。啊，知影这件代志，如果是石破茂继续，不管是毋是石破茂啦，任何人做首相拢共款。上惊一件代志是啥物？不信任案的提出，
随时来给你倒。对，随时你讲什么个别法案的联合，你讲是真耳熟一件代志哈。特殊案件的联合，弄个联名这边特别是国民民主党联名要我这边，有可能，啊，毋过共款足无安定的嘛。刚才这个尚方宝剑拿出来的，好吧？我你不信任咱通过，你得一定要倒戈啊！啊，过来就是另外一件。要再重新找多数的方法，再改选了，再解散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循环嘛。他打刚选举，选到有多数，啊，这个考验日本人啊，日本人比较考验日本人。来，诺斯基桑，哎，你觉得接下来呢？11月11号，11月11号是有顺利是洗波猫，是当首相，因为是已经有今天也是公布国民民主党的那个预目就是绝对不要拖野田。那现在的野党是其实左派右派是有那个范围太大了，那所以他们光谱太大，对，他们是一起要拖野田的可能性完全我觉得零。那所以是有自命的是西波猫，如果说他不会当选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有。